主后2023年4月初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遮到遐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太福音27章60节到28章15节。隔日就是闭万日后迄日，遐个祭司长甲法利赛派的人做伙去见彼拉多，讲。大人，阮会记得迄个变神仔要活地的时，捌讲3日后我会搁活，所以请你下令严守坟墓到第3日，才袂互伊的门徒来偷摕伊的身尸，煞甲民众讲伊已经对死人中搁活。那安尼？这最后的欺骗会比起头个搁较严重。彼拉多甲因讲：“恁带卫兵去，尽所谓严密固守迄个墓。”因就去，用封条封迄块石头，留卫兵伫遐固守。安息日过了，礼拜日天要光的时，抹大拉的玛利亚甲别个玛利亚去探望，忽然有大地动，因为主的一个天使对天降临，将迄个石头割开，坐伫迄顶面。伊的面貌亲像死人，伊的衫亲像雪，遐尼白。这个固守的卫兵惊甲皮皮喘，煞变做亲像死人。迄个天使甲遐个妇人人讲：“毋免惊，我知恁咧找互人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伊无伫遮。照伊所讲，伊已经搁活，来看伊倒的所在。恁赶紧去甲伊的门徒讲，伊已经对死人中搁活啦。伊比恁先去加利利，伫遐恁会见着伊。”就会记得，我已经有甲恁讲啦。因就赶紧离开墓，也惊也大欢喜，走去甲耶稣的门徒讲。忽然，耶稣出现，对因讲：“大家平安。”因行进前，揽伊的骹，甲伊拜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毋免惊，去甲我的兄弟讲，叫因去加利利。”伫遐，因会见着我。遐个妇人人离开的时，有一寡固守墓的卫兵入去城内，将所发生的代志拢甲祭司长报告。祭司长甲长老聚集参详了后，摕真侪银仔互遐个兵，讲：“恁着安尼讲，伊的门徒暗时来。”伫阮得困的时，将伊的身尸偷摕去。万一总督听到即个代志，阮会去甲伊安踏，保恁无代志。卫兵就摕遐个银仔照因所吩咐的去做。即个代志到今仔日，还伫犹太人的中间在流传。对遮到遐。我感觉我是无需要听的人。我和一位朋友开讲到一半，朋友雄雄讲出安尼的话，我的脑海顿时闪过一个念头：我敢有听毋着？叫也好奇，无需要听的人有甚物款的故事甲成长背景？伫迄个年纪，上重要是读册，只要出错。就去了了，无人教，就是惨。甲朋友对话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，这话语蕴含的负面想法，却已经涵盖伊大半的人生。这话语内面充满霸凌、体辱、惊吓、无受接纳的自我认同，和已经定阮发展的自我。变异，会记得朋友拄当参与信仰团契的时，就算入捌上帝听和接纳，
也常常出现担忧的心情和语气，互我记忆犹新。我一直未了解其中的原因，直到即遍的对话才恍然大悟。相款，互人想袂晓的，也有今仔日经文中的祭司长和法利赛派的人，因企图用白贼暗砍耶稣搁活的预言，期待弥赛亚的来临，是犹太人长久以来的愿望。总是这个宗教领袖对耶稣否定到一个程度，竟然要通官兵捏造耶稣的身躯是互偷走的谣言。福音书明明指出，人生的真实挣扎，在于人对生命的渴慕和无助，不通避免的盲点甲偏见，所以人常常想用控制、掌握，甚至控告的方式来维护家己掠做是义所企图的自欺为像。白菜话的影响偌尔啊大，互我这个朋友长期踮伫惊吓中间，甚至用欺骗家己的白菜话暗砍真实内在的需要，差不多相信家己是无需要听的人。总是耶稣彰显对死搁活的大能，借着天使指示来看耶稣的妇女，因一个超越死亡的方向，爱因甲门徒讲：伫遐恁会见着伊。遐是生命的渴慕甲新约的交汇点，是耶稣行新约奇事的加利利，是无受重视的妇女，因伫惊吓听候惊喜的军队中，看见死亡和搁活同时发生的现场。天使各开石头，刷去阻隔愿望的障碍，宣告敬畏要取代惊吓，来看伊倒的所在。因所看到的空坟墓，印证死亡的虚无。门徒报好消息的邀请，互即阵逢小看的人得到看愿望，仰面领受使命，要对这行遐见证耶稣搁活的新约。对这到遐是死亡到搁活的距离，是白菜话到真理的转变，是不幸到相信的锻炼。信仰群体做伙仰望、听候、受苦、陪伴，互家己掠做无需要听的人，经历对死搁活的大能。耶稣的名是上帝拯救，这不变的真理，因带咱见证耶稣搁活的大能彰显伫咱亲像死境的正。只要相信向前行，到遐的确要亲自来经历这个应允。默想，我生命中有倒一寡白菜话，隔绝我对上帝的信心。我生命中有倒一寡白菜话，隔绝我对上帝的信心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破除我生命中的白菜话，认识你话语的真理，引带我凭信心向前行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